棵树，有没有去看过大树？有，对不对？当你们看到这么茂盛的树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，像小孩子的时候说，哇，大树哎，很漂亮。可是如果是年长的人，他会跟你讲，这一棵树的根一定是怎么样，很深厚，对不对？他看到的是根本。那我们呢，又看到的是表象。所以说，他告诉你，万事万物一定有一个根本，根本。所以得之本也，这个阿朱姐讲过哈，得之本也。然后呢，才之末也。对，什么是根？什么是本？今天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本还是末？是这个比较重要，还是这个比较重要？在大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现在首要去做的，首要去做的哦。那么呢，事有终始，所以说物有本末，根本得之本也，是我们自己要先怎么样向内修。这个外在的财物，再来怎么样次要。次要哦，那么呢，物有事有终始。那为什么我们以前老师在告诉我们的时候都说要有始，对，有终。那为什么大学写错了吗？他为什么要想终始，而不讲事有始终？各位先生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想一想，当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才要怎样？才要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我们的数学都有一个叫什么？因为，然后嘞，所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结果。因为我要怎么样？有一个目标，所以我才开始要去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想要当郭台铭，所以我只刚你的休息不到36小时不够用，没有36小时。所以呢，我变到最后，我看那个很多的科技的公司的大老板都哇，付出太多的体力心血，他不晓得哈，他的体力有限的，每一个人老天爷给你的都刚刚好。所以因为所以，可是今天他说事有终始，在这里讲的事是人生的什么大事？什么才是人生的大事？对，讲了那么多还是一样，因为我们今天讲天长的原则。生死大事是我们人生的大事，如果没有生，你不能够来。那如果死了之后，你想要留在这世上也不行了，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所以生跟死是我们人生的大事。所以因为我为了生死大事，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？要好好的修，要好好的修因为我想要以后怎样，不要再来人世间轮回六道轮回，所以我先要好好的赶快怎么样修此一生。所以说，知所先后，什么知道了什么，你应该要先做的，知道了你什么是后面再做的，那你就接近什么道义，你就接近你自己的本心了，你就找到你自己了，好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修行这一部分，在修行其实当人都在修，当人就在修。人是不用修的，但是因为不懂，因为做错，因为不会，因为蒙蔽，他才要修。不然人知不知道要孝顺父母？知道啊。乌鸦有反哺之恩啊，羊有跪乳之义啊，谁教他的？没有人教他啊，是不是？万事万物的一切都没有人教，他知道怎么运行啊，怎么去做的这个规则去做，何况是人呢？为什么要教？这是一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人蒙蔽了太久了，6万年来累世太多的污秽，所以我们才要怎样修持。所以找不到自己，你才要修。如果找到你自己，你能够自己当家做主，你还要修什么？你知道我现在讲这一句话，
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，你知道我很清楚你修什么，就是因为不知道，你才要去学，对不对？你才要去探讨。人都是因为这样。学生如果他知道了，他还要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他很多事情他都迎刃而解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要折尽道理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折尽道理，我们必须要修啊，修。那么